在我们当中。这时候，先邀请大家，我们为我们自己可以来到这个地方来敬拜神，我们献上感谢，献上赞美。我们用赞美开始来迎接圣灵的降临，我们用赞美来歌颂这位全能的神。所以，我们开口来献上赞美。我们又可以用神的属性，用神的爱，用神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我们大大来赞美他。为了他的救赎，我们来赞美他，我们开口来赞美他。哦，亲爱的天父，我们来赞美你。哦，你是我们依靠可以帮助的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你有美好的计划、美好的作为，我们要献上感谢。特别今天是感恩节，我们要献上极大的感恩在神的面前。过去你如何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也让我们知道如何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依靠你的时候胜过一切的挑战，胜过一切的试炼。我们要因为这样子来献上感谢。哦，荣耀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这里的保惠师，我欢迎你。这个时候，你在我们当中，我们弟兄姐妹继续在这个地方同心敬拜你，要感谢你，要赞美你。特别今天是感恩节，求神你再度用你的圣灵来触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用感恩的心来献上一切的歌颂。哦，主啊，你感谢你，让我们每一天可以享受你所赏赐的这个美好的空气、太阳。我们也感谢神，在干旱的时候赐下露水给我们，我们一切所需的你都为我们预备了。我们真的是要献上感谢，特别感谢神，让我们也可以在地上可以享受主天堂般的这样的一个团契的生活。你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教会。让我们在教会里面，透过弟兄姐妹互相的扶持、互相的带导，让我们在世上就可以享受如天堂般那种喜乐的那个平安。我们献上感谢，愿神亲自祝福我们早上在你面前所摆上的这一切。愿我们的歌颂赞美能够让神得到喜悦，也让神今天的救恩、你的恩典。你真理的信息能够自由的临在我们当中，不受拦阻，改变我们，奠定我们。我们将早上的敬拜再次恭敬摆在神的手里，愿神赐下你的恩典、救赎在我们当中。将祷告奉主基督圣名求，阿们。我们唱这首诗歌。你是我心所渴慕，你是我心所爱。你是我心所爱，在我生命中只有你，在我生命中只有你，是我所爱，我主。你是我心所渴慕，你是我心所渴慕。你是我心所爱，在我生命中只有你，是我所爱，我主。我要永远爱你，耶稣，单单爱你。深爱你，我要永远爱你，耶稣，单单爱你，我主。你是我心所渴慕，你是我心所渴慕，你是我心所爱。在我生命中只有你，是我所爱，我主。我要永远爱你，耶稣，单单爱你，深深爱你。
下来祷告。今天是感恩节，我们有3个祷告的事项。第一个，我们来为尊荣上帝来做感恩祷告。圣经诗篇139篇第2节说：“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就知道我的意念。”神他完全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心思意念。我们因为这样子，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上帝，因为他是最了解我们的。第2段经文记载在耶利米书第31章第3节，他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神他用他永远的爱来爱我们，这是何等大的爱！我们真的要因为这样子，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他是配得我们赞美，配得我们感谢的神。第2段祷告，感恩的祷告，为着我们可以拥有诸多的祝福，我们来感恩祷告。我相信大家已经知道，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如何的摆上他的丰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腓立比书第4章第19节说：“我的神必照着他的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神就是那么的恩典，我们所需要的他完全了解。不止这样，我们所需要、我们所欠缺的，他完全的来供应，让我们不予缺乏。我们要因为这样子，我们要献上感谢。所以我们为了拥有诸多的祝福，我们要献上感谢。特别感谢神，今天我们可以坐在这个地方来敬拜神，没有受到许多的拦阻，我们真的要感谢神。虽然有疫病搅扰，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在这个地方平安的聚集，真的是要感谢神。过去2、3年，我们真的受到许多的捆绑、不安，但是神就一路带领我们。特别在今天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一起来聚集，真的就是神的祝福跟恩典。所以我们为了这样来感谢神。第3个，感恩的心是需要培养的。很多时候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领受神的祝福，但是不知道感恩。感恩的心是要有敏锐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颗敏锐的心，知道如何来感恩。顺境的时候，我们要歌颂赞美神；逆境的时候，更需要感恩，因为神他已经为我们摆上一切，他的恩惠足够我们来感恩。所以我们求神给我们一颗敏锐、感恩敏锐的心，让我们在得时不得时都可以来感恩。哥罗西书4章2节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的感恩。”所以感恩真的是需要操练，也需要去求神赐给我们一颗这样敏锐的心。所以我们为了这3个感恩，第一个，我们感谢神，荣耀、尊荣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知道我们，他也牵引我们。我们为了这样的献上感恩。第2个，我们来献上感恩，是神他用他诸般的恩典恩惠赏赐我们，祝福我们。在过去的日子如何祝福我们，我们要献上感恩。第3个，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来感恩，让我们有一颗感恩的敏锐的心。所以我们为这3件感恩的事情，我们都要开口来献上祷告，献上感恩。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是如何的牵引着我们，你是如何的带领着我们，因为你了解我们所需要的。你在我们所欠缺的时候，赐下丰盛、富足给我们。我们要这样献上感恩，献上赞美。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更知道如何来学习感恩的心。特别在今天的感恩节的时候，让我们更清楚的知道如何在过去的日子当中，每一个事情，每一个神你的计划都是有神你满满的救恩，满满的祝福。因为这样子来献上感谢。哈利路亚！是的，求神帮助我们。哈利路亚！是的，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是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的神。主啊，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就是这样子的牵引着我们，你的慈爱就是与我们同在。我们常常领受主你的恩典跟祝福，我们因为这样子的献上感恩。特别在今天是感恩节的时候，我们要献上极大的感谢，在神的面前，
感谢你让我们可以享受在世上一切的平安，一切的喜乐，也感谢你赐下那么好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四周围陪伴着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面我们不孤单，我们有小组，我们有团契，我们有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更有一些属灵的长辈来牧养我们，让我们更明白神你的旨意，更明白神你的呼召。特别在这段传福音的季节，我们的幸福小组已经告一个段落，在收割的这个季节，我们要感谢神，你怜悯这些慕道友，怜悯这些还不认识你的百姓，让他们有机会来接近你，让他们有机会来认识你，这是何等感恩的事情！也感谢神，在这样过去的这几个月的我们的幸福小组，也让这些 best 那些慕道友更清楚的知道他们的生命要如何的来仰望神。我们要因为这样子的献上感谢，求神让我们继续保有这样传福音的热情，让我们愿意领受神的恩典，也愿意分享，也愿意来献上感谢。求神祝福我们所有弟兄姐妹，在今天的聚会当中，领受神的恩典以外，也愿意来分享、见证神你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分享你的祝福在我们的四周围的弟兄姐妹。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你，将一切的感恩、赞美、颂赞都归给你。将祷告奉主基督圣名求，阿们。你是我心所渴慕，你是我心所爱。你是我心所渴慕，你是我心所爱，在我生命中只有你，是我所爱我主，我要永远爱你，耶稣。爱你，深深爱你，我要永远爱你，耶稣。单单爱你，我主，单单爱你，单单爱你，我主。这时候我们为早上的聚会，我们献上祷告。我们特别为还没有到我们当中来的弟兄姐妹求神保守他们的脚步平安到这个地方来敬拜神。我们也为今天第一次来我们这边聚会的慕道友，我们的好朋友，我们为他们献上祷告。我们当中也有一些我们幸福小组的 best 也在我们当中求神帮助他们在今天的聚会当中能够去让神来触摸，让神今天的救恩就临在他们的心中。第二个，我们为我们今天的服事、敬拜的服事跟整个的程序的顺利，我们献上祷告，求神掌权在早上的敬拜当中。我们特别为以赛亚牧区今天早上要带领我们来献唱所以我们也为以赛亚牧区他们的服事我们来献上祷告，献上感谢。最后，我们为今天要分享第二堂要分享的曹永山牧师来献上祷告。他今天要分享神在他的生命当中的作为他的见证来分享，让我们明白神在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计划，也有每个人从神那边来有不一样的一个祝福。所以透过早上的曹牧师的分享，让我们更清楚明白，依靠我们的这位耶稣基督是我们一生最大的祝福。所以我们开口来为今天早上的敬拜，我们大家来开口献上祷告，求神掌权在早上的聚会当中，开口来祷告。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的灵就运行在当中。主啊，你设立宝座在这个地方。主啊，你的话语要如活水永流在我们心中。
改变我们，炼净我们，让我们更清楚明白生命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奇妙的计划跟作为。哦，主，你丰盛的恩典是白白要赐给我们的，在早上聚会当中，更应该要回应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计划。我们要回应神我们在这里，主差遣我们，我们愿意来跟随你。还要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在一切荣耀归给你。主啊，求你这个时候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眼睛，开启我们心里的眼睛，看见神的荣耀降临。主啊，求你这个时候派天军天使围绕这四周围，让这个地方成为神所喜爱居住的地方。我们欢迎圣灵降临在我们当中，我们欢迎耶稣基督降临在我们当中，我们欢迎设立宝座在这个地方。还是要感谢赞美神。我们经常看到许多的弟兄姐妹进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他们的心得到刚强，他们的心得到安慰，他们的心得到平安，得到盼望。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你，特别将早上的聚会恭敬摆在神的手里，愿神亲自掌权作王在我们当中。这样祷告，奉主基督圣名求，阿们。我们一起起来赞美我们的神，天父的恩典，天父的爱真实丰盛。天父的爱真丰盛，天父的爱真丰盛，我日日的劳苦，无论晴雨或风浪，他都在眷顾。我灵尝到主的爱，是这般美好，把温情放在你心里，幸福不断。人生的际遇，有甘有苦有甜蜜，主爱如潮涌，一波一波未曾停息。我要赞美我主的爱，愿全地万物齐声颂扬。天父的爱真丰盛，天父的爱真丰盛，我日日的劳苦，无论晴雨或风浪，他都在眷顾。我灵尝到主的爱，是这般美好，把温情放在你心里，幸福住在我心里。人生的际遇，有甘有苦有甜蜜，主爱如潮涌，一波一波未曾停息。我要赞美我主的爱，愿全地万物齐声颂扬。人生的际遇，有甘有苦有甜蜜，主爱如潮涌，一波一波未曾停息。我要赞美我主的爱，愿全地万物齐声颂扬。有苦有甜蜜，主爱潮涌，一波一波未曾停息。我要赞美我主的爱，愿全地万物齐声颂扬。愿全地万物齐声颂扬。配得我们赞美的神，感谢神的恩典满满够我们用，不只够我们用而已，而且更多，因为他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用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这是何等的恩典！所以我们用这首诗歌来表明我们的心，表明我们感恩的心。
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你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以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你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的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你挪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必配得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的枷锁，你挪去我所有枷锁，所有的重担主已经挪去了，你挪去我背上的所有再帮我挪去了。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配得所有重担，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你充满赞美，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你充满赞美，何等恩典，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你充满赞美。哈利路亚！我们来赞美我们的神，他是配得赞美的。颂赞主，颂赞主，高声欢唱，让我举起手来宣扬主生命。颂赞主基督，到处是来救罪人，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颂赞主，颂赞主，高声欢唱，让我举起手来宣扬主生命。颂赞主基督，到处是来救罪人，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神的来彰显的是上风，无论天天都看见，愿意谦卑屈膝服主的面前。颂赞主基督，道成肉身来救
的爱彰显于世上我，恩典天天都看见，愿意谦卑屈膝国度的面前，颂赞主基督，到承诺的来救我你，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神的爱彰显于世上，神的爱彰显于世上风，恩典天天都看见，愿意谦卑屈膝国度的面前，颂赞主基督，到这荣神来救万民，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弥赛亚，我主，我上帝。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宣告说你是弥赛亚。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哈利路亚！感谢荣耀归我们神，哈利路亚！路亚，哈利路亚！主，你是弥赛亚，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上帝。主啊，我们受呼召来到你面前，是因为你大能，你的恩典，你是创造世界万物的主。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是恩典的一份子，所以我们在这里齐聚颂赞、感恩、祈祷，也要透过你的仆人来分享生命的话语，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更清楚、更明白。今天我们要举行福音主日，感谢你差派曹牧师夫妇来到我们当中，确信你要透过他们的分享见证，让我们看见生命的奇妙，以及神恩典无限。主啊，今天也是感恩节，我们透过感恩，透过献上感谢，确信你的恩典一直都在。特别在过去3年当中，我们在疫情下，神的保护，神的带领，我们有信心，有盼望，要冲破这些黑暗，看见神所赐下美好的应许跟光明。感谢赞美主，愿今天的敬拜从头到尾都蒙神的恩典、圣灵的同在，每一项都荣耀主。我们要学习主耶稣祷告的祷告文，来一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大家请坐。